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喺啱啱完結咗嘅央行年會上邊嘅演説當中咧，終於係向外界發布咗更加清晰嘅加息路徑嘅信號。耶倫表示，鑑於美國就業市場係持續地表現穩健，同埋聯儲局對美國經濟活動同埋通脹嘅預期。佢認為最近幾個月以嚟咧，上調聯邦基金利率嘅理由咧係有所增加嘅。耶倫亦都表示，雖然美國經濟增長唔係好快速，不過已經足以令到就業市場係進一步改善。耶倫同時亦都指出啦，雖然美國嘅失業率喺過去一年大部分時間都係維持喺5% 附近。不過睇返衡量勞動市場疲弱情況嘅廣泛指標都係喺度改善當中嘅。跟住亦都陸陸續續有唔同嘅聯儲局官員係發布咗類似耶倫較為偏向鷹派嘅加息言論。有見及此啦，大家都會覺得聯儲局嚟緊今年應該都會係有加息嘅決定啦。不過最快會唔會去到9月？咁可能都係繼續要睇返嚟緊嘅重要經濟數據。當然啦，今個禮拜係會有重要嘅 ADP 數據同埋非農就業人數嘅數據嘅。不過我哋先睇返市場對聯儲局加息嚟緊嗰個嘅懷疑或者係個擔憂應該會係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對個金價應該係會有個壓力。金價短期間應該不斷反覆測試1300至到1310區間嘅支持力嘅，咁可以適宜喺較高位置啦，大概1335至到1340美元，睇返淡個金價一線嘅。好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再會。